萨拿出来以防万一，这边紫外线就要更强了。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啊，这个州啊，一年365天，300天出太阳，所以这个州把它叫做什么？叫做阳光州。你注意看那个车牌啊，车牌它就会写这一个省州叫什么昆士兰。哦，如果你们照字面的翻，叫做女王的土地 （Queensland）， 女王的土地。然后后面就会注明啊，写着什么？写着 Sunshine State。啊，那雪梨那一州就天下第一州。维多利亚州那一州呢叫公园州。南澳洲那一州呢，因为每2年有一次的艺术节，然后有葡萄酒节、丰收节很多节，所以那州叫节庆之州。西澳洲呢，西澳洲是所有的6个州里面最大的一个州，235万平方公里，不得了，将近有6-7个台湾在一个州啊，是抵人家好几国。那西澳洲的首府珀斯大概120万人口左右，刚过100万没多久。另外那个州是最晚开发的一州，所以那一州呢充满了什么东西啊？充满了惊奇。又发现新东西了，又有新的土地了，新的动物，所以那一州叫做 Exciting State， 很兴奋的一个省份。哦，然后我们昨天去的墨尔本那州啊，往南可以到达那个我们叫塔。